流星之中下了一颗பூ对。因为人家都是婚前财产，跟你也没关系。人家结婚之后买好。那我说价给他们赚钱。你要不要看到满大街都是100块也没赚到他。这么凶，是这是。帅哥这里面。
雪莲果。哪一个是不吃血的？你现在要一个吗？只能发快递，要一个嘛，是吧？托运这么长啊，只能发快递。一样。对，来我给你讲讲，就是昨天给您说的那几个东西。你讲讲。啊，这只能托运。这是锁呀。你慢慢给他送，他特别高兴，他挺高兴啊，送到不是你的。这个还挺漂亮。还要一个吗？买几百。
好的，我再说。那几个？蓝牙耳机。